大家好，我係 Andy，一個從只得8毫子零用錢到財富自由嘅香港人。今集繼續 Trading in the Zone， 賺錢再自然不過。學懂賭場嘅經營思維，令我做個長期贏家。喂，阿龍，我發覺一個好嚴重嘅問題，又輸錢？唔係輸唔輸嘅問題，而係我覺得我好似永遠都揾唔到肯定會贏嘅方法。咦？你終於知道阿媽係女人喎？妖，我嘅意思係，我每次入市之前，如果唔係100%肯定，我就覺得自己會輸。好似而家我睇到呢一隻，但我驚，如果唔係一定升，咁我幫唔幫？我問你，你食飯之前會唔會要求自己100%肯定嚿飯唔會啃親你？梗係唔會啦，食飯啫嘛。咁點解交易要？因為食飯啃親唔會輸錢啊嘛。哈哈，你呢個思維就係典型嘅非黑即白。你覺得一係100%啱，一係就100% 錯，中間嗰一大笪灰色地帶，你當佢透明。灰色地帶交易邊有灰色㗎？贏就贏，輸就輸㗎啦。結果係贏或者輸，但係你嘅思維可以唔係咁。我發現好多成功嘅交易者，佢哋唔會追求肯定，而係追求概率。概率即係點？你知唔知賭場點贏錢呢？梗係知啦，賭場食夾棍啊嘛。唔止咁簡單。根據研究，賭場喺21點嘅優勢只得4.5%，即係每100蚊，佢哋預計賺4個半。你話4.5% 咁少，點解佢哋一年可以賺幾百億？因為多人玩。Exactly， 佢哋唔需要贏每一鋪，只需要有少少優勢，然後玩夠好多鋪。對佢哋嚟講，單一鋪牌嘅結果係隨機嘅，完全冇法預測。呢個係微觀層面，但係夠多鋪之後，統計學上佢哋就一定贏。呢個就係宏觀層面。咁即係一鋪還一鋪，但係長遠有數得計。醒目，對我嚟講，交易都係一樣。我唔需要知道下一筆會贏定輸，我只需要知道自己嘅方法有優勢，然後不斷執行，次數夠多，長遠就會贏。但係我冇賭場咁多錢玩夠咁多次喎。你唔需要有賭場咁多錢，但係你需要有賭場嘅心態，接受每一筆交易嘅不確定性，同時相信長期嘅確定性。呢個好矛盾喎，又話唔確定，又話確定。係啊，呢個就係概率思維最難入腦嘅地方。你要同時相信兩樣矛盾嘅嘢。微觀上每筆交易都係獨特、隨機、無法預測。宏觀上只要你嘅優勢夠強，次數夠多，你就會贏。聽落好似精神分裂。Yes， 我初初都覺得係。但係我發現典型嘅輸家就係因為接受唔到呢個矛盾，佢哋追求一定啱，結果搞到自己亂晒龍。點樣亂晒龍？你諗下，你每次入市之前係咪會不停揾證據說服自己呢鋪一定贏？係啊，我會睇多3個指標，睇多2個圖表，揾多5個理由。然後呢，當你揾夠晒理由，覺得一定贏嗰陣，你搏落去，然後個市一喐少少，對你不利，你就開始驚，因為你嘅期望係一定要贏。中晒啦！一見到蝕少少就懵，心諗我明明睇啱噶嘛。你呢種心態就係將自己嘅自尊綁咗喺每一單交易上邊。你覺得睇啱等於我叻，睇錯等於我蠢，但係交易根本唔係咁玩噶。咁應該點玩？對我嚟講，交易應該好似賭場咁。我唔需要證明自己啱，我只需要執行我嘅優勢，贏咗係概率，輸咗都係概率。我唔會因為一鋪輸就懷疑人生，因為我知道只要優勢喺度，長遠就會贏。但係你點知你嘅優勢真係存在？你要回測、做記錄、做統計。如果你嘅方法做夠100次，贏嘅次數多過輸，咁就係有優勢。然後你要做嘅就係死跟，唔好揀擇。死跟即係見到信號就波，唔好諗咁多。係啊，
我發現好多交易者失敗，唔係因為佢哋嘅方法唔得，而係因為佢哋選擇性執行，贏咗幾鋪就覺得自己好叻，唔跟規則，開始亂嚟；輸咗幾鋪就驚咗，規則叫搏，但係唔敢再搏，結果破壞晒個概率。咁如果連續輸5鋪呢，仲搏唔搏？搏，點解唔搏啊？你擲銀仔連續5次字，第6次公嘅機會係咪大啲？唔係，仲係一半半。Exactly， 交易都一樣，你嘅優勢唔會因為之前輸咗而改變，你驚係因為你將過去嘅結果同埋未來連埋一齊，但係每一筆交易都係獨立㗎。唉，知易行難。哦，咁睇你有幾想成為一個成功交易者。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經驗，我每次入市之前都會同自己講3件事。3件事？第一，呢鋪可能會輸，我接受。第二，我唔需要知道結果，只需要執行。第三，只要我嘅優勢喺度，長遠我會贏。咁樣講完你就唔驚？唔係唔驚，而係我同我自己講，驚係正常，但唔好俾驚主宰我嘅決定。我嘅決定應該嚟自規則，唔係嚟自情緒。但係真係好難喎，特別係輸錢嗰陣。完全明白，我初初都係咁，輸咗就想追翻，贏咗就想再贏多啲。但我發現呢種心態只會令我輸得更多。咁你點樣改變？我開始將交易當成一個數字遊戲，我唔再睇每一筆嘅輸贏，而係睇一個月、一個季度嘅總數。只要我嘅資金曲線係向上嘅，中間嘅波動我當係成本。成本好似交租咁樣？係啊，你交租會唔會猛啊？唔會，因為知一定要交。交易都係一樣，你要接受輸係成本，而唔係失敗。當你真心接受，你就唔會因為1-2筆輸錢而亂咁嚟。咁如果成本太高，交到我破產呢？所以你就要有風險管理，每一筆最多輸幾多個 %，輸夠某個數就停手。呢個就係對原則死板。對原則死板，對期望靈活。咦，你記得喎，好嘢，就係呢個心法，死守你嘅規則，但係對市場嘅走勢保持開放，唔好死抱一個方向。我而家開始明少少，但係仲係好抽象。慢慢嚟啦，我發現呢啲嘢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學識，而係要喺實戰入邊慢慢體會。咁你覺得我而家應該點做？好簡單，你下次見到機會，唔好再問自己呢鋪會唔會贏，而係問自己，如果我嘅優勢係 X%，我應唔應該搏？如果我唔肯定呢？咁你就唔好搏。你嘅唔肯定代表你嘅信念仲未夠堅定，與其夾硬搏，不如等到你準備好為止。但係會 miss 喎。miss 好過夾硬搏輸錢。市場永遠有機會，但你嘅本金冇咗就冇咗。唉，又要等。交易就係咁噶，大部分時間都係等。你以為我成日喺度嘆奶茶喺度做咩啊？就喺度等機會咯。你咁講好似好他條咁樣。他條，我用咗好多年先學識唔掙扎。你而家仲喺度掙扎緊，因為你仲想控制你控制唔到嘅嘢。乜嘢控制唔到啊？結果。你控制唔到結果，你只可以控制自己嘅執行。當你接受呢一點，你就自由啦。嗱，阿堅，你知唔知你而家同我最大嘅分別係乜嘢？你冇咁多頭髮？啲 PK 仔啊，唔係啊，分別在於你仲喺度追求一定啱，而我已經接受唔一定啱。咁你點樣保持信心？我嘅信心唔係嚟自預測準確，而係嚟自我信我嘅方法。只要我嘅方法有優勢，我執行得夠多次，長遠就會贏。呢個唔係希望，而係數學。數學？係啊，數學唔會呃人，但係你嘅情緒會。你幾時學識信數學多過信感覺，你就成功啦。今集同大家分享咗 Trading in the Zone 第7章，交易者的優勢，從概率角度思考。以下係4個關鍵重點。1. 概率思維係成功交易嘅核心。交易同賭場一樣，單一筆交易結果係隨機，無法預測嘅。但只要你有優勢 edge，同埋交易次數夠多，
長遠嚟講就可以產生一個持續一致性嘅利潤。賭場靠 4.5% 優勢一年賺幾百萬就係最好嘅例子。最頂尖交易者就係將交易當成概率遊戲去經營，而唔係每筆都要贏。二，要同時接受兩個矛盾層面：一，微觀層面，每筆交易都係獨特嘅，結果完全不確定，充滿未知變數，你唔可以準確預測下一筆會贏定輸。二，宏觀層面，當交易次數夠多，有優勢嘅人最終一定會贏得多，輸得少，結果係可預測同可靠嘅。最強嘅交易者唔會對單一筆交易有強烈感情或者自尊心作祟，佢哋只係專注執行優勢，接受隨機性。三，典型交易者失敗主因，唔接受不確定性。大部分交易者希望每一筆交易都係一定啱，極度渴望確定性，結果就會逃避風險，唔肯真正衡量風險，只時時猶豫，或者因為市場同自己作對而提早平倉。佢哋以為自己懂得概率，其實只係懂得概念，內心仲係追求對或錯，而唔係概率。呢種心態會製造情緒衝突同埋錯誤決定。四，建立概率思維就要管理期望同消滅情緒風險。要接受任何事都會發生，你唔需要知道下一步點樣，贏輸分布係隨機。呢幾個事實對原則要死板，嚴守自己嘅優勢同埋風險規則，對期望要靈活，保持中性開放，唔好投射強烈預期，咁樣先可以避免痛苦迴避系統扭曲市場資訊，真正做到客觀睇市場，輕鬆執行交易，長遠靠優勢賺錢。簡單嚟講，想做持續一致成功嘅交易者，就要學賭場老細，接受每一筆交易嘅隨機性，但堅信自己有優勢同埋夠次數多就一定會贏。關鍵唔係預測準，而係心態同執行。鍾意呢一集就 like and subscribe，share 俾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Thank you。